风台苏拉虽望中心无登陆，也毋过风台暴风圈有影响咱屏东恒春。恒春有风台雨是一阵风一阵雨。昨昏中原本地暗时是要举办唱歌，嘛因为风台全取消。5号恒春镇落一阵风台雨，汽机车拢慢慢开。受苏拉风台暴风圈的影响，屏东恒春半岛30风雨有时大有时小。后壁渔港的渔民，搁再甲渔船的锁啊绑好安，海产柜也只有几间有开，尤其是无几个生意额差不多7成。高丽菜差不多伫即个1500块以内，即马变迄落即届风台高丽菜一件差不多30 kg的，差不多要3500啊。店头无用伫咧传沙西米。杜苏芮甲苏拉风台连续影响屏东，毋但影响生理，也互菜价大起，成本大大增加，互业者无奈。相反受影响要游客，真无简单，巧好出佚佗的时间，就是拄着风台，行程拢被拍乱。第一次来垦丁，竟然是下大雨、台风。垦丁下晡风雨有较大，毋过沿海继续大影，吸引部分游客到南湾、准泡少这所在看海影。海巡赶紧提醒民众，毋当想挖滚已经封起来沙坡。真的没看过台风。所以下来看，岸基的话是有民众那边实施关岛，那如果风大雨势多大的话，我们会实施劝导。一阵大雨加上强阵风，恒春半岛6乡镇停班停课。原本暗时定为恒春中原唱歌的活动被迫取消，工作人员早起无风雨收拾设备，部分参赛队伍辛苦练习无法度发挥，大家拢感觉真失望。都练2、3个月了，花的都是钱啊！你要停班也是说当天。看当天的情况，他们会感觉到很遗憾，没有办法大显身手呢，所以他们就是说，是不是跟我们协调，看是不是能办一个比赛。游客高北地点挖古城已经互文化部要求停掉，店长讲会甲参赛队伍甲社区这单位讨论了后，决定是不是伫听进前举办一摆祈福平安的友谊赛，纪念徛高北场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